在这边中西区的时候，平常是还好，可是就是直到假日的话，就是因为外来的观光客很多，所以就是机车都很难停，都很怕违规停到不应该停的地方。我们知道到了假日很多的年轻朋友骑机车到这附近来做这个观光。那机车因为体积小很容易就会随便的违规乱停车所以会影响市容跟影响观光。那我们这个停车场目前是3层楼的设计那总共停车位是103席。那我们未来的这个收费政策呢，会如果是计次的话，会一次大概是20块。那如果是计时的话呢，1小时10块钱，那上限是30元。那我们后续会看看这个计次跟计时哪一个比较合适来做适当的研议之后，来公布相关的这个收费的办法。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民多半以机车代步，加上外来游客也会利用机车游览观光。像是友爱街周边就是观光人潮众多、人车密集的区域。为了改善周边区域的机车停车问题，台南市政府将原有公有老旧闲置建筑物拆除改建为立体机车停车场。这也是台南市的第一座机车立体停车场，将提供给民众更友善、优质、便利的停车空间。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很高兴看到我们友爱街新的这个机车停车场，我们觉得很新奇能够骑车来这边我觉得而且这个空间的规划都已经用到极致了。当时我们对交通局的这个要求跟拜托，就是说在有限的空间能做最大程度的利用，所以他们在1楼设置无障碍车位然后2、3楼设置一般车位，然后总共有103个机车位因为这个地方附近是一个观光景点那所以说应该这个停车的机车的需求，停车应该是蛮多的，停车需求，尤其是不管是本地或者外地的朋友们，我们欢迎利用，但是也希望说能够解决道路交通拥挤以及景观的问题，以及这个民众找不到停车位，还有周边的商机问题，我们都要一并考量。那谢谢交通局以及所有的同仁的努力，我们将来还会再找合适的地点，再设置更多的路外停车空间。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11月10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原本修复完成的孙文当上选定11月10日要搁采登去台南公园，因为引起反弹，所以市府暂缓实施。不过针对蒋介石当上遗毒，相对的较无争议，但其中采伫文化中心的当上，市府却一直无动作。所以议员林义莹伫总日顺要求并参与学生运动的市长委贴，徛伫转型的正义，一定要对拆当上一步一步落实。议员林义莹顶一会期曾经提出，采伫台南文化中心互我已经将近40档的蒋介石当上，一般人无发觉，认为是公共艺术品。不过依照转型正义，希望尽速拆除。文化局嘛答应透过公共艺术审议委员会审查处理。不过因为到今拢无进度，加上资料显示，6岛当中台南有52件轻度违权向政的当上拢挂零，是进度落后的前3名。对此议员强烈质疑文化局根本无实际成效。那这边是当时5月份引用的数据。好，那再来促转会其实今年也特别有讲过说，威权象征复杂程度不一。同向命名空间先处理，那我们也一直也理解说，虽然有一些民间的声音说要改路名啊，那改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必须要说就这个我们务实面来谈呐。同向跟这个命名空间确实是比较简单，因为它没有牵涉到像是户籍等等道路的这个规划。那在这边从今年5月到今天早上到现在此刻，进度呢？我就问进度呢？局长要答吗？议员报告哈，那这个部分在上次质询之后，我们就提到公共艺术审议委员会里面去做讨论了。公共艺术审议委员会总共到现在开了几次会？里面它就是有一致
更名这样子的一个处置方式。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已经在早前就已经有做过更名了啦。所以在公共艺术委员会里面认为说，那透过更名的方式，其实已经做了所谓的转型正义里面所揭示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啦。徛伫转型正义的角度，议员考试不是228东港一面对诉受难者，另外一面维权当上共款采列，需要求市长提出霹雳艺术归艺术。对此，市长嘛答应任期内一定会有进度。这是源，那我们拆不掉一座蒋介石像，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坦白说，他还站在台南的文化指标地点上，他就是扼杀言论自由元凶依然处理。这对市长每一次在言论自由日，每一次我们又去228相关的献花，这个其实很讽刺的一件事情。那特别是到今年的11月，希望叶局长和黄市长看清楚哦，今年的11月，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数据统计至今年的3月，台北市、新北市、台南市3市清除威权象征进度最为落后，移除数量皆挂零。这作为一个台南市民，关心转型正义的台南市民，这是就歹看的代志，这真的是就歹看的代志。我们就一个希望说，在这个任期内有进度。好，议员要求蒋介石当上伫校园、伫艺文场馆的拆除，另外台南公园的新闻当上究竟何去何从？到目前社会有缘欠缺共识。台南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由白河垦丁环境所关进的救护车，在希望伫偏远的山区帮助紧急需求的民众。结果该名副主委伫做事的过程，因为身体出状况，紧急叫救护车。救护车却因为消防人力不足，无法度出车，最后抢救白虎。议员刘美山伫总日巡表达痛心，进一步检讨。议员刘美山表示，今年9月23，关岭南寮有农民身体出状况，需要紧急救护。不过，东港当地消防分队却因为前往白河水库训练，只剩1-2位老手，救护车无法度出动，才由指挥中心调派党员分队的人力来支援。结果最后抢救无效，互家属反弹无法度理解，而且救护车也个是因的庙所管的，相当痛心。一个消防分队，尤其是在关岭分队，留职只剩下1个人或2个人，这是严重的不足。为什么？我先讲原因，大家听听看有没有道理。你再怎么样安排受训，最起码我们要有代理人制度。所谓的代理人制度是要有效的代理人制度。为什么我说要有效的？不要流以形式，只是一个编排，我有代理人，但是救护车动不了。如果说今天在关子，我们休管今天南寮这一件事件，如果今天在关子岭有人在攀登那个大洞山，下山或者在半路的时候有什么状况，而是你剩下1个人或2个人，你怎么去救援？即使你有办法，那你分队不要顾了，留免人顾啊，不可能嘛，一定要有人顾，最少无你要老收一个嘛，对不？其实我们去训练的时候，就在线上待命机动了。那因为当天的状况，即使你大东山的时常去救援，我们都救援成功啊。那因为当天的备援机制是东援。好，你现在提到的人力的问题，市长也发现了，所以市长他已经批准给我们增加477个的修正编制，那我们人力会来加强补充。上局强调，白河山区的救护事件第一时间该由其他分队颠倒车停搁较底，至议员所关心的消防救护人力的编制已经将近满编。不过，因应偏远山区的区域较宽，已经积极向中央申请，卖就人力资源的分配持续检讨，避免遗憾再次发生。台南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为了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以及新营糖厂的转型活化，议员赵坤元伫每一摆总日巡拢强烈监督。不过因为较大，该2项建设拢面临真大的困难，所以议员再次要求市府一定要尽全力协调突破，唔但让民众的期待变成空。
台湾调控员钟志顺相当不满国家图书馆南部分馆对2017年的宣布动工，近期嘛增加要1亿的工程款，不过因为一再流标发包卖出去，到达啥物拢看无，并将不止挂布条完成竖起，连过去向地主征收的土地嘛开始出现困难。议员强烈要求市长一定要突破，唔通互其他人期待成功。伫咱地方布条挂规个，拢啥物人争取偌济钱，拢袂输足肯定迄个所在要来做图书馆啦。土地也拢处置，土地也完全处置啦。徛伫本色，我一直配合市政府，配合文化局因的税数，我拢唔敢加话啦。伫我的认知，我是认为。可能小可有困难，土地遐原的地主当时，互咱台南县政府征收来做他用，做迄个原地迄个运动公园，即摆遐地主知影你要变做图书馆用途有一模一样无？遐地主敢袂提出异议？土地行愿，这个是毋是有困难？市长，你是毋是对这地有真深切、真深入的去了解？困难是对一搭，要安怎去突破？会当真正来落实伫真尔。这个市长，你有后清楚，你起来回答一下，敢无？是，就议员，根据我了解，当然有的人有顾虑。讲这个用地是不是如你所讲的原来地主对于这个用途的问题有这个意见但是咱根据甲法律专家有讨论过这个部分应该咱是会当合法来处理。另外，已经拍远10几档高达40公顷的新营糖厂如何转型活化？有嘛强调是地方期待真久的建设，不过因为带糖的态度冷淡，除了热市场的时，动漫园区已经跳票，现在究竟如何赶快伫空中飞？议员强调，这根本会当建设成台湾好莱坞的资源，所以要求市长甲相关局处甲带糖协商的时，两个硬拢爱来。台南新闻军及刘品言采访报道。今年三立会规划全国万寿女球赛，11月22天将伫淡市文中甲文社球场展开。虽然因为疫情，今年并无邀请国际队伍参加，不过参赛每一支队伍拢是国内精英，值得民众期待赛程。2002三立货柜杯全国万寿女球精英邀请赛，将伫咧11月20到21伫台南场场。三立会规过去每一届举办比赛，拢会邀请到国际队伍共同参加。不过近来因为受到疫情影响，主办单位决定将今年的比赛改为邀请国内精英队伍参赛。我们即将在11月20号、21号，在台南市安平区文中 AB 球场文小4-5球场正式热烈开打。我们除了让选手在球场上以球会友之外，我们也准备了非常精彩的选手之夜，要让每位选手除了在球场上竞争之外，也可以利用晚上的时间体会到我们主办单位的用心。我们还准备了烟火秀纪念品赠予每位参与的选手。记者会这天，热爱体育运动的立委林怡静、市员詹信凯、蔡小维、吕维应，以及永康区市员参选人朱正轩，也拢来到现场致意，感谢三立会规举办比赛大力付出。11月20、21这2天的时间，伫咱台南市来举办这个咱国际万寿女球的邀请赛。我想这已经连续举办6天啊，是真无简单。特别是三立会过咱黄董事长，跟咱的黄委员总经理，
真正是对这个比赛出钱出力。三立火锅哦，两位应当是对我们总经理吼，长期对咱棒垒球的推动哦，会使讲哦，提倡也好，推动也好，会使讲不遗余力啊哈，打造我们一个健康活力的城市哈，就从我们的运动还有棒垒球开始啊，而且嘛要代表咱满水里的委员会吼。再一次，把咱的三立火锅感谢。这届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关系哦，所以咱无法度有高的队伍来参加。不过咱中国的各路好手，我想大家已经是蓄势待发，箭在弦上了哈。大家都非常期待我们三立火锅杯可以赶快来开打，所以呢，也非常感谢黄董事长哦，三立火锅大家全体成员哦，大家一起来举办这样的活动哦。感谢每一个人。关心棒球、关心垒球、关心运动的每一个所有好朋友，长期以来支持甲疼惜，让咱的城市、让咱国家会当以棒垒球为骄傲。我们也期待这个赛事借由我们三立货柜杯，我们的黄董跟黄总一起长期的努力之下，可以有更多的精英、更多的好朋友来比赛、来交朋友，也来观赛。除了7届比赛，主办单位也为选手安排了选手之夜。邀请歌手来表演，还有精彩高空烟火秀，也欢迎市民大众22日2天来到安平文中文小球场为选手加油。三立火锅棒不棒？棒！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南胖购物中心到河暗时举办圣诞点灯，现场除了采取13米高的史努比圣诞树，也安排翕相互动的区域，后来参观的民众提前感受圣诞的气氛。会中市长吴伟霆嘛特别出席，甲真侪贵宾做伙点灯。13米高的史努比圣诞树点燃了后，南胖广场便开始落起雪花，加上现在寒冷的气温，真正是参像来到国外圣诞节同款。南胖购物中心为了迎接圣诞节到来，率先伫9日暗时举办点灯仪式，希望会当为民众带来欢乐甲希望。每次到了点灯的时候，就是我们都知道感恩与希望的季节的到来。台南纺织创立于民国44年3月21号，是一个在地的老企业。如果大家有记忆的话，从过去的强力太子龙学生服，到现在的南纺购物中心 A1、A2 馆，一路以来也都陪伴着台南的市民共同的成长。受邀点灯的市长王伟霆表示，南胖集团长久以来热心社会公益。以在地企业回馈社会，实在是真难能可贵。南纺集团，它长久以来从事社会公益以在地企业回馈社会的精神，这点我们是非常谢谢的。尤其在防疫中间，许多企业大家都付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忙我们做了很多防疫物资帮忙我们做了很多筛检站，帮忙我们做了很多这个相关的防疫的努力。这点我们都是非常非常谢谢的，所以我感谢今天借着这个部分，借着这个宝贵的时间，再次感恩大家。在点灯仪式上，南胖集团总裁，同时也是侯永都慈善基金会创办人侯伯明，也特别捐出一台价值137万的医疗专车，予调兴启灵中心，予这场圣诞点灯的活动更加温馨。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
今年台南乌马季将伫11月13号正式登场，市府除了召开记者会，向大家推荐多元丰富的乌麻产品，也欢迎大家伫活动期间分别到成华、安定、甲西港做伙参与相关产业文化活动。2021年台南乌马季准备伫即个拜六11月13号正式展开，市长会特别伫咧11月9号下晡伫永华市政中心的2楼召开记者会。乌麻是台南的代表性作物之一，所以伫咧品质上嘛更健康更加安全。市长邀请大家伫咧活动的期间，欢迎到现场做伙选购由乌麻所制作的相关产品。丁港有名声，马也港有出名，所以不怕货比货，只怕不是货。为了怕消费者不识货，后面唔知影当定秀，所以呢，我们就做了很多产业文化。那我想说，我们的胡麻记能怎么样子能够让很多消费者虽然有来遐食芝麻冰淇淋上好，阵也无来，阵也伫北部还是中部、在南部其他的所在无来，所以没有啦，可以到农会的网站下订，这个就可以订到最好的胡麻制品。马路剪你要讲有当时去外口买还无品牌，就有点那个麻油可能是进口的，可能是别的地方的，甚至没有经过安全检验的。但是来农会的网站来我们市府那个公所，他会介绍你到农会去购买，都是有保证的。所以希望各位好朋友，这么多胡麻制品、胡麻酱、胡麻芝麻粉，这么多这个。胡麻的制品都欢迎来品尝，保证一试成主顾，就像我一样，我吃了一个哇，以后就冻袂掉啊！最近几档透过不断来进行研发并提升栽种的技术，和台南出产的乌麻品质一定是世界第一等。欢迎大家伫咧11月13号伫成华区农会，佮有11月21号安定区公所，佮有伫12月4号甲5號伫西港區的農會後營倉庫，做伙到現場來參與活動。現場會提供親子體驗的 DIY 活動，更有摸彩等候民眾來甲好禮炸登去處理。台南新聞劉品言採訪報道。面對適齡患者出院以後照顧，其實真濟家庭都唔知如何是好，所以貴族學病就提醒民眾，將患者符合資格，出院前3天完成評估轉介，出院以後得當接到服務，做好完成的準備，唔免煩惱。隨着社會變遷甲醫療進步，人口老化甲平均壽命延長。整體人口結果在2020年已經達到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的高齡社會標準。推估在2025年，台灣將邁入超高齡社會。以咱台南市總人口將近187萬為例，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就有31萬5千人。隨着老年人口增加，長照需求嘛得咧提懸。貴綜合病院就向大家說明，要如何申請適齡者出院轉去到厝的長照服務以及資格限制。申請的條件要是失能者，就是指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人，食衣住行上你需要協助的才可以。那你年齡要65歲以上，那如果你沒有65歲以上，那你要有身心障礙手冊。那這2個之外呢，如果你是50歲以上的失智者，又或者是55歲以上的一個失能的一個原住民，也可以申請。那服務呢，使用的服務也分很簡單我們分個人額度，就是病人可以使用的額度，以及照顧者就是的一個喘息的服務的部分。那個人額度就是病人使用的呢，他可以用照顧以及專業服務，每個月都可以使用。那以及每個月的交通接送，以及3年4萬塊的一個輔具，以及居家無障礙改善的部分。長照服務申請對象包含65歲以上的適齡者、適齡的身心障礙者、55歲以上的適齡原住民，以及50歲以上的失智症個案。服務的項目有身體清潔、照顧備餐、翻身拍背、陪同就醫等等。家屬除了會當透過醫療團隊詢問相關服務以及申請資格，
买当拨卡1966询问长照服务的申请事项。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1月10日中嘉台南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